望來年離得越富，一家平平安安。恭喜恭喜！我係菠蘿梁總師。我係張鄧小喜，身體。你哋香港師，健健康康過牛年，世界和平，家家平安咧，就係每個人嘅希望嚟嘅。咁喺新嘅一年，你又會點樣去過咧？後嘅快趕走，咁又容易快啦。新嘅一年啦。我咧就係基督教嘅，但係咧食晒健康又有益，我又點可以錯過咧？所以咧，今日我就帶大家嚟到台灣呢度食呢個非常之中外嘅齋菜，點解係好味？咁幾巴閉先？食過你咪知咯，等大家可以喺新春嘅時候有個超閒嘅好選擇。1950年建成嘅圓玄學院係荃灣地區一個著名嘅地標，佢背山熱水，群山輪繞，盡得靈獸之氣。呢度除咗有唔同嘅亭台樓閣同埋莊嚴嘅禮物地方之外，佢嘅齋菜真係相當之有名嘅。嗱，近期咧食齋就非常之流行，等你爆嚟呢度有啲咩好？齋得你嚟咧，食齋又好嘢㗎，冇嘴刁㗎。所以咧就專程帶你嚟食呢兩個王牌主打啊，包你食到停唔到口。哇！咁就事不宜遲，即刻試下先。天竺丸原來係用黃豆磨漿之後，再經過其他嘅工序，再加上調味料，之後經油炸而成，所以咪鮮而香脆咯，含有豐富嘅食物蛋白質，非常好食，炸得好脆好香㗎。呢個香脆天竺丸，如果你甜啲甜口咧，就更加好。香脆麗蓉魚係用新鮮蝦頭煮熟之後，經過攪拌成條味，炸後鬆脆加麗蓉嘅香味，精明軟狀，效果令大家食到讚名。麗蓉非常之粉，脆皮好香好脆，超濃超好味。最緊要係味炸到光光脆，連酸汁都冇得加，麗蓉味道獨一無二好。新學話你咩啊？係啊，魚嘅形狀，但係冇嘅形狀。咁未試過食咁脆嘅魚啊！呢度個價錢仲非常之相宜，所以一直以嚟都吸引唔少嘅市民留嚟睇魚市場。好似最近呢一度直接開到100席，同1600名嘅長者歡聚添。又見夠到啦！咁我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。咁我就祝大家新年財源廣進，精神奕奕，恭喜發財！呢一集時間咧就差唔多啦，拜拜。